帶你用畫圖嘅方法去理解排隊問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P Think 嘅 Cycle 老師，而家喺評論區留言我要真題，仲可以免費領取競賽真題喎。好，上次咧我哋已經學習咗用計算嘅方法解決排隊問題啦。咁今次咧我哋用一種更加直觀嘅方法，就係畫圖幫我哋去解決翻呢3種排隊問題。OK， 好，我哋一齊去睇第一種。我哋上次已經講過啦，就係知道佢有幾多，然後求總數嘅排隊問題。例如啦，講翻呢個題目，好，咪咪貓嘅前面有8個人，佢嘅後面有5個人。咁請問總共有幾多個人呢？利用畫圖嘅方法，咁我哋就可以先確定前後先，確定方向，再畫出我哋嘅主角咪咪貓，畫個三角形代表佢。好，然後呢，我哋根據題目講有幾，我哋就畫幾咯。佢前面有8個，我就畫8個圓圈；後面有5個，就畫5個圓圈。誒，畫完之後呢，我係咪就可以開始數啦？好，嗱，呢個題目就搞掂啦。OK，呢個就係畫圖嘅方法哈。先確定方向，再畫主角，再畫配角，有幾多就畫幾多。跟住第二種類型咧係比較容易出錯嘅，佢話俾你知排第幾，然後要你去畫。例如呢一個，佢紅色冰柱係排正數第6，佢調轉嚟數係排倒數第7。上次我哋已經學過排第幾，呢個第幾係包括佢自己嘅，咁所以千祈唔好喺佢前面畫6條，咁就錯啦。好，佢排第6，咁即係數到佢先至係6。所以佢前面係只有5條，佢排倒數第7，同樣都係數到佢先至有7，咁未到佢咧，咁就只有6條。咁我哋畫嗰陣係需要注意嘅，係啦，先畫主角，再畫配角，佢排第幾，咁你就要少一條，好，數到佢先至係第幾。咁建議大家呢個要檢查下，嗱，畫完之後自己去數一數佢係唔係第6，係唔係倒數第7？如果係嘅話，咁就畫啱咗啦。嗱，畫啱咗又可以開始數數，搞掂。好，就嚟睇第3類哈。嗱，第3類雖然變咗少少，咁但係其實都好簡單嘅。好，第3類題型咧係佢話你知總數，總共有15棵。呢一棵紅色嘅夢夢草咧，佢係排第9。咁請問佢排倒數第幾？好，嗱，畫圖方法有少少唔同咗哈。嗱，首先咧今次我哋要都係確定方向先，然後咧先畫出總數，總數畫咗出嚟，再揾主角，佢排第9，我就喺呢度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數到佢。揾到佢，標記佢。好，跟住佢問倒數第幾？我哋又倒翻轉頭數係咪就 OK 啦？倒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佢就排倒數第7啦。呢一個就係我哋通過畫圖問題解決，知道部分同埋總數要求另一部分嘅問題。OK， 記住啦，先畫總數，再揾主角，再嚟倒數。我哋學習咗畫圖同埋計算咯喎。咁今日咧呢個小練習，大家就可以結合埋畫圖嘅方法，同爹哋媽咪再次去講一講啦。關注 VIP Think，我哋一齊嚟學習更多有趣嘅知識。